功。现在阿霸王使用三合气功这个特点。我看龙陵心心，相多在手，所向无敌，大杀棍控。这流口是怀偏要下流生活，这个时阵混水龙特别使用着伊的雷火弹了。我看龙陵心心当阿霸王看唔出势，渐抬渐走。小子已经走入这个灭魂国，这个灭魂国有入无出啊，便入家人便死，让因两人自生自灭吧。来人啊！退回天雷国。什么人若是单着六合一个汗毛？毙掉的百姓帮绝不能永稳。你这个五不全的这个毙掉真可，侵进我紫阳国示威。安尼好，徒弟，将这个稳固的给我结果起来。稍等下，别放新君，君子爱考，虎爸爱了，千万都唔当动武力吧。六合，你做公道的审判人呢？我叫我的徒弟一江流当这个五不全的比试，假使我的徒弟若败在这个人的手头下，让他自由出入了。如果伊若输呢，爱跪在我的面前，互我给警戒。比雕，你好可呢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真好，拜好吧，领导，拜好。一江流的刀法，犹原盖世无敌，但是毙掉的百姓帮连战连胜，因两人一触即发。小子你少厉害，拜我的徒弟一江流来梁光峰，稍等下。别放新君，君子一言放出驷马难追。既然你的徒弟一江流败阵，安尼就可以了，唔通阁继续战落去，弯弯收收，风波几时休呢？好，让你这个稳固五不全的自由吧。啥物？我得要甲六合斗阵，我若得要离开六合仙师，共款爱甲我离开都无唔对啊！哼，你爱六合离开，万万不能啊！安尼好，小等下，毙掉。你会知影讲，别皇新君这个人是真明理，伊也是厌恶恰恶的做法。安尼就是表示讲，伊是好情恶邪，所以也是一个正人君子啊。毙掉，入来吧。要入去倒位？入来洞内行棋。哎，六合你实在神经错乱，伊得要甲你软禁，连我这个毙掉你也得要甲我牵骨落落吗？毙掉啊！入来内面行棋吧，吼，咱是好朋友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行棋，入来吧！来人啊！将六合甲这只龟甲伊压入洞内。好，入来。哥哥听着，唔通伤害六合，也唔通伤害这个毙掉哈。但是恁众人要小心严守紫阳国。准备嘞！人真仙，哼！
刘合你是在空空的，无代无志，互软禁在这个洞内讲，得要惊奇消遣咯。比条，你为什么哪会伫这个所在？为什么你哪会来？你就是看我六合危险，提出同情心嘛。这就是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六合，你的危险，你自己才会当解救自己。任何人都无可能解救你六合的性命。这个就是我对天生善人的三劫下当过说去了啊！但是我今日偏偏去互你牵骨落难。是啦，你对这个挂鳌是毋是真准啊？当然啦，圣人的挂鳌我真铁。你现在卜卦，我六合当着白凤神君是卜着什么卦呢？亡卦。哦，无错。现在这个白凤神君就是亡魔的时期。亡魔时期犹如孩童伫咧学走路同款。假使咱旁观者做大人，若是看到囡仔走进这个危险的途径的时阵，是毋是发出同情心，将这个囡仔给抱走呢？当然啦。这个亡魔时期在人生的过程中世所难免。哼，你唔知影，那论这个白凤神君啊，这个人拜草命做神，空空的人，自我为是。这个人自己以为讲伊真聪明，永远不知改邪归正。六合，你空罗心思咯。哎呀，易经亡卦一句话伫咧讲：非我求当亡，当亡求我。亡是好比婴儿啊，完全无知、混沌的状态；当呢，就是可比当主，已经渐渐明白，快点要离开亡魔的状态。亡一理想的目标就是当，当就是亡所需要的成果。所以，亡一婴儿自然而然会变成明白知影代志的当主。你千万不能用倡议去求得不亡魔的成为当主啊！我看这个白凤神君，既是当主的时期了，应该嫁也就嫁。搁再来就是爱时间、环境，让他自己了解、体会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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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六合，你有迄款耐心，我实在是无迄种耐心啊！也无耐心嘛，都要耐心，结果也袂当出去啊。不如行其消遣吧，行就来行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安怎？我会变成当归官啦！你叫阿宝害死啊！伊那入去，咱毋知胜败如何，啊，咱大家都咧做检讨。哦，你实在有够惊寒呢！那我倒，你要大哥，你要见水啊！那我倒。啊，啉来咧啦，等下有伊见节。无啦，赶紧的，赶紧的来去找恁家厝，来去安心。影若无踮遮，敢若叫生死当死啊！啊，影若讲啊为国家战死，还佫有一个名望呢，叫生死当死，哦，才有够见头呢。都是安尼。啊，迄边还一间厝，也毋过无做动呢。迄间厝单有咱土匪啊下哩。毋是哦。甲看迄间厝的厝形啊，迄款建筑法啦，迄属于咱这个中原人起的。哦，你看厝的厝形就会知。当然啦，赶紧来啦，紧来啦，大哥。好啦，行行行。喂，开门哦！喂，开门哦！开门哦！开啦，开啦，开啦，开啦！拜托咧，拜托咧，关入来，关入来，好，关入来。多谢多谢，赶紧啉一下烧滚水咧！啉酒啦，啉酒唔才会发烧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好，赶紧啉酒啉酒。谢谢，多谢多谢。啊，干那啉酒也无酒配吞来落去。哦，安尼好，来恁啊！赶紧甲挂迄款鸡肉干啦，鸡肉干互伊配烧酒啦。鸡肉干，哇，赞赞，落力落力。安尼好啦，啊，恁两个已经温暖咯，赶紧好出去啊吼！我这个内面啊经过真热，
啊，所以袂当逗留出外人，真实哩，赶紧都出去。啊，你个人嘛足无意思的，啊，你真无诚心呢，看对毋对？哦，即落天大风势，遮尔寒，啊，你要赶赶出去，啊，阮两个毋多叫冻死伫咧沙漠面啊，对无？啊，你要做毋就做到，是毋是安尼？因为真实哩，恁两个我无欢喜。哈？啊，白白毋是人，你哪无欢喜？因为你咧外迄个人啊，甲阮拢总袂投机啦。这是我上界慈悲的，才互你的孙爷避风，还阁烧酒互你啉，互你温暖，对，好出去啊啦。哦，人都爱知足啦。哦，啊，你毋着甲我当做我反着对？你是外迄个人。嘿，你对人你？我西迄个。哦，你西迄个？啊，你西迄个，咱都乡亲嘛。我兰州人嘛。兰州？啊，我嘛是西迄兰州的人啊。报着我的名，你着空脚桥呢。哦。请你报你的贵姓大号。嘿，桥知哈？啊，你得意啊呢，摇落，毋都叫献过啊。听着我的名，普通拢空脚桥咧。本我大侠六合，六合先师，六合先师，名不虚传啦。听着你的名字，英雷贯耳，难看那毋是？哎，哈，你这个囡仔真无意思，什么报六合的名？六合敢欠细汉？恁娘哎呀，老大啊，你听话就爱听，互伊接续啦。你咪报道还袂一半咧，啊，你都好袂情，你就先来野乡伫咧拜，啊，见着棺材就拜，啥物意思？哦，你敢若听着六合就拜，迄个都刷来去，还佫真济句咧啦。你着中你听就无毋对啦。好啦，本我性格六合的徒弟，原就教做了世真人，太上大侠当归哇！报名咧牵现长，当时就是下啊当归，才会见水汉。哎呀，大爷，你毋通安尼讲呢？3尺以上的男子汉，5尺以下的大丈夫呢，正标准的呢。嘿啦，伊伫因下人国是标准的啦，啊来咱遮都袂使你，啊你毋捌我吼，听着我的名吼，原来臭夹夹，臭夹夹，毋是啦，烫惊声。阮爸号做东爷铁骨岛，阮安公号做麻豆阿鲁索，啊我号做昂山巴加罗。巴加罗，安尼你原来是西迄个人啊？是啊，所以阮拢好，阮遮拢好人呢。阮师有六合啊，阿霸王嘛是啊，迄嘛拢六合的徒弟啊。哦。毋过凭你一口之词，老汉不能相信啦。假使你若是六合的徒弟，大家拢总是载歌北斗，文武相传啦啊！我即马叫我的小妹，甲你吟诗作对。假使你若是对会着，阴暗踮遮大无要紧；对袂着呢，随时都爱离开。你这假的，毋是真正是迄个人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呀，老大，你什么大名？老汉叫做杨平。定北山杨平啦，啊，这个是我的小弟，叫做魏南海杨斌，啊，我的小妹叫做杨小玉，哈哈，芳龟，恁娘妹拢咧芳龟，啊，无伊讲小玉啊，伊名做小玉啦，哦，安尼呢，哦，贤妹，在，你都真爱文学，也啥物讲六合的徒弟来啦，这一个机会啦，甲伊一个吟诗作对咧，好啦，试一个看卖咧吼，我做一个对互恁对哈。得市尖，得讲圆，得笋好食，得椅仔值钱，安尼互恁对。知嘛？伊拢用个得啊落去做对了，尖圆好食值钱呢。啊，你即马吼，若要甲对，原来共款咯，爱对安尼了。我有法度通对。有啦。啊，鸡喙尖啦，做鸡卵圆啦，鸡肉好食，鸡毛值钱。对啦，真好。囡仔兄换你啦。恁叫我囡仔兄，我换了大人啊了。你换了大人啊呢？换你啊！换我来，我来甲你对啦。小姐，你的镜头啊尖啦，面啊圆啦，奶酥好食，一翘值钱。哎呦，啥奶酥？奶酥啊，煞毋知影讲囡仔上爱欢喜的啊。哎呦，讲得很粗鲁啦。喂，细汉的。讲话较文雅咧，因为中国是礼乐之邦啊，毋通安尼乱书传啊。啥物咧乱书传？讲较文雅咧啦。迄上文雅，迄个正字你睇呢？也敢袂当佫讲一个较文雅？来袂？好来，给你听。阮师傅是六合咧，我做伊的徒弟对毋对？强将手也无玉兵啊，给你听。一对玉山喷白泉，神仙成佛靠他大，天下无他不成庙。世上有他变成花，迄是啥？共款啊？嘛是奶酥，
敢有意思？哪会有意思啊？一堆玉山，嚯，迄个上文雅哩咧。哦，喷白泉，对对对。神仙成佛就是靠伊大，当然神仙成佛啦，你搁偌什么高人啊？皇帝啦、乞食啦，共款拢总是爱食妈妈的奶啊，才会大啦，对毋对？天下无他不成母，天下的人呐，若无迄啊，无生老母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变成的时阵，大宝都无生老母啊咧，世上有他变成花，世间的人若是有迄个啦，就是变成花啦。查某囡仔人讲我做花咧，对毋对？若查甫就无相称我做花了，有理有理，你实在是在高北斗哈，破汤，毋知结婚未吼？嘿嘿，今年还未啦。原来安尼，家妹小玉，防为其首，未心主见如何呢？嘿嘿，大爷你若听袂啥清楚呢？我讲今年还未娶，今年还未娶到对，所以我小妹毋知怎要嫁你。毋是了，你袂晓听，伊倒伫兰州遐倒一个未婚妻啊。因某2尺8尔，伊3尺2寸半，安尼毋才有假拍。恁小妹遐尼大汉，嫁这后摆生出来都剩尺外。既然你有订婚啊，安尼就无算啊。咱这位戆三呢？我真大苦咧，娶无某你咧。阿兄，这个袂歹啦，身体真健壮，真健康。这个好，搁人较调直，较袂像这个野当官鬼鬼祟祟。嘿啦，我的人真坦白啦。安尼好，我的小妹介意你，是讲若无气嫌的话啊，大家来结亲，毋知戆三你想怎样？我你讲啦，我要娶某，大爱阮师傅答应啦。阮师傅无伫遮，我要哪娶某？对，等下若见着阮师傅录合了后，伊若讲好结婚，我就马上结婚。你的人尊师重道，真是使我钦佩。好，有一天若见着录合成书的时阵啊，咱再来讲这个亲情未完啦吼。阿贤啊！天公地公送爱公天高龙又来啊啦！天高龙，啥物龙嘛共款。我踮这个所在专门伫咧拍蜡，无论是熊、狼、鹿，所有的这野兽，我拍真多啦。你无看心，内面转甲专只兽皮。毋是啦，我咧讲就是迄个蛙啦，迄个流裤迄个八龙啊。八龙已经死真多去啊啦，死啊剩这个天狗龙、喷火龙，还佫一个已经改邪归正的独眼龙，安尼尔，剩个5只拢死啊咧。迄个声物听得到就叫我袂沙沙叫了，大个啊！免惊啦，龙啊，伊若来，我这边有武器。假使若无可能真济只的话，咱就用火把，自然就有可能降服。毋是啦，我都咧惊迄个人的龙，都毋是迄款真正龙，你咧放心，伫我内面安全无代志。喷火龙、杀罗啊，若是无死，安尼我袂当替师傅完成一件工作，真是我阿霸王闹亏。踮这个所在也毋是办法。是啦，阿霸王，12月27日就是喷火龙的生日啦。因这流口吼，就是大饮大食伫咧狂欢。咱是毋是会当用这个机会来破天雷国，收治杀罗瓦喷火龙呢？真好，宁心心你提供的意见好好。你即马搁倒转去天雷国做内应，约定12月27日主时进攻天雷国，收拾这个喷火龙杀罗瓦，掠只奸商归案。呀，这个中间你要对去？我得要甲南城来去救兵啊，并且呢，这牧民对六合印象袂歹啊，希望这牧民会当帮助我。可以，我可以借这个电脑的头衔，好收服一寡野鸟鱼来归顺着咱。安尼内功外用才会成功啊！好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在这个所在分手。12月27再会，笑。天高龙的部下袭击到这个茅屋，可怜杨家三爷妹已经被他杀害，也当归共三死里逃生。阿霸王不是落苦，日夜分离，招募同事，当救南城的军兵，特别替技师六合完成招考试愿。将同事大家你莫送。今日12月27都是我的生日啦！唔是啊，就是我的喜日啦，真欢喜。来，干杯，啉！干杯！
天雷国内大公番，天雷国外大风雪，雪中阿霸王推进正义之军。流库中间半数以上痛受着点脑必杀、万魂赤鹅以及着喷火龙的占卜灵库。现在伊独眼龙灵心心理沟通，等候雪hình日子的来临。这个时阵，子时将到，灵心主张擒贼擒王，不惜杀害无辜，所以伊针对喷火龙了。师妹啊，咱今仔日喏，爱复活着原始的这个自然的结亲啊！你个你17岁的时阵啊，本来我要跟你结婚，叫张老甲讲拐啊头，真怨叹。呵，今仔日唔通错过机会。我复活着这个龙的面目。哦，啊你也赶紧扮作龙，你我两人结亲。以声传声，唔免阁讲话。呵，张老已经死了，无人甲讲拐啊头啊！无罪。你这个凶恶的特性，看刀！贱婢啊，你食着六合的秘闻了，啊好，叫你不得杀！